陪出去陪伊录碟。藏人小朋友学藏文，句型班。一节气7组疑问句。너네 팬슨 겨워 매번 말이 들리는 팬 거지에 듣는 힘 너네 팬슨 겨워 매번 말이 들리는 팬 거지에口语中，在肯定陈述句动词之后加上北或给，形成一般疑问句。也可以在动词之前加上专门的疑问词，形成特指疑问句。特指疑问词：卡、拉怎么人？卡耶？什么？啥小叫数？数？谁？卡？巴热巴热？卡巴热？哪里？卡？哪啥内？卡内？从哪里？卡？差哪路错塔翠？卡翠？多少？卡？塔是叫图啥图？可对？何时？卡？卡起古起？可基？哪一个？卡？熬打着的扎萨贼？看这如何？例句：去让地波引北，你好吗？我地波引，我很好。萨康拉卡拉芒波杜给，餐厅里有很多食物吗？萨康拉卡拉芒波杜克，餐厅里有很多食物。某某行波杜给，蒸饺美味吗？某某被行波杜克，蒸饺十分美味。迪卡耶耶，这是什么？迪北巴冲冲耶，这是小青蛙。空素耶，他是谁？空贝妹阿帕耶，他是贝马的父亲。天错卡波尔月，你们在哪里？昂错边最康拉月，我们在图书馆里。边最康拉录处卡翠有人，图书馆里有多少学生？边最康拉录处短有人，图书馆里有7位学生。
Kiran Kane Imba， 你从哪里来？Ngat Lhasa Neyin， 我从拉萨来。Linggo kilambu mitsoma Naisena mete kabayu Logu kilambu limbuti Ngani jawe